台中消防局啊，时常出动这个无人机空中来翕这个现场的画面，协助火灾现场的救灾。但是，今麦机关发现啊，提出这个相片讲，恁用的机器哪会是中国製无人機咧？因为这个情形就是讲，咱照规定是袂当使用中国製的物件。消防局长呢，伊就表示啊，其实咧局内内底37台拢是台湾製。 因为是按照规定，为何会出现这台中国製？到底是虾米人的？是对倒位来的？伊即马赶紧的来查好清楚。这是去年台中大道物流仓库的火灾，苏当时消防局出动空拍机救灾，为了协助救援，各县市的消防拢有买无人机。 也毋过，即摆听讲，台中的消防队敢若伫另外一场火灾中使用中国製无人機。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大疆无人机那一天执勤就是这2台。议员提出相片，消防员伫火灾现场操控黑色的无人機，回力机顶管印 MAVIC， 这就是中国的品牌台中无人機。就是有关大陆制的大疆，我们都已經封存，沒有再使用了。 那一周刚刚提醒我们的部分啊，我回去会做清查。消防局长讲，中央有明定袂使用中国製無人機。消防局內底無人機，家己買有14台，加會有23台，攏是台灣製，確定無中國的台強無人機。相片內底迄台台強無人機是啥的？是對倒來的？消防局也愛清查。是故意隱瞞不提供給我，還是怎麼樣？當然不會啊，這個都是公文書的東西，怎麼可能會隱瞞呢？消防局若使用中國製無人機，資料都有可能會漏泄予中央。議員認為可能有治安危機，所以中央才會嚴格禁止使用中國製產品。 婚禮目前使用的是美國廠的，南投甲苗栗攏是使用台灣製無人機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